色彩很无聊哦。因为冇生理，爱买嘅东西色彩好难。哎，有你伫个冲山沟买东西呢？我买。山歌色彩动游泳啊！三哥冲来闹连连，乡下堂哥来结缘。大家好，我是车少年，我是七十位。这位堂客家三哥竟然做得本人的脚蹼停下来呢。真嘅，你看一开在东西卖呛呛啦，列出了以前做生意上一项好方法。到头摆啊，又当到东凤嘅曲调流传到一下，都会因为亚洲人唱凤嘅，故说节目一开始啊，我哋唐艺术都当时东凤嘅曲调。好。对那天那一瓦里，将来是世间有多应该穷啊的呀你，所以就穷你的，将来是滚牛该去。是以人心不就是莫自给，秦腔难何是梦一场难以。地久路上那容易，心内了看你，用法是富那贵呀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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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鸟鸟啊，迄咪一堂就倒倒诶。真紧的，那首歌曲逐摆弹啊，就拄唔掉，冲击下日嘞。啊，拢讲一条歌最头前嘅团罗冲强啊，嗯迄赵聪女人苏万琼先生嘅演员哦，哇！讲到亚维亚对日本时代晚期到60年代风头客家庄嘅苏万琼先生，后生人哦可能无熟啦，不过哦，再有关到客家山歌辉煌年代嘅老歌名，一听都知。记住唱俩后生人迷五月天呐、阿妹、阿密特强用，苏万琼先生伫个心肝拄出天王咩？系啊，听讲呀，苏万琼先生吼，迄个苗栗的媳妇人啦，夹个最太特色啦吼，就样样，看到伊个外亚人，万奈到客家庄七家爱七家庄去表演。好酷哦！顶日本时代来为阿玲唱山歌哦。古时候人家当做得变做当时嘅山歌天王啊，韩国啊因为佢通晓音律，到传统山歌嘅基础上啊，创新创强，到苏先生歌声歌后啊，加一种特别嘅旋律啊，还根本而流传。古时候才会有苏万琼跳嘅讲法。哦，佮加意味个唱得出苏万琼跳咯。唔像啊，到头摆嗰种年代，摩天师嘅唱片啊、垃圾哦，有钱人怎用的啊？古时候啊，也山歌嘅流传啊，就靠一条鬼神功夫嘅奏唱语言的啊，嘅根本嘅，人就透过一条奏唱语言唱红嘅歌曲啊，来一年啊时空之旅，转到山歌时行嘅嗰种年代。佢睇下一定懂好奇，外亚玲然后传统客家山歌会唱出乜嘅火花，你下结起来听，强用咩苏万琼调，还有动有时代意义嘅天然木色鸦片盐，弹入底咧。一来那风那牵你，大家就后生你，后生给阿那片，莫说给你。是给哟是那来，咱有就叫给参路来嘿无那钱，安参马起风天太家就后生人。乡村就话年少爱书记，阿片莫识大记，识识就有纠缠，路来兄当地，识到个剑骨就不能跳，树就不能跳，识到一扎头那都太靠啊靠，一扎面就强哩哩，两支树棍亲像个西山锤。两支脚骨亲像个错盲啊鼻，白球也唔敢行出来，强怕个九江风顶唔起，深夜班家鸡种种做嘅就平安喜，家姑娘作责太严嘅就嫌爱似，嫌到阿片鬼啊同佢就天作孽。阿片鬼就呼脚插起来就鼓落去，对嘅任嘅一格就作起，家姑娘吹到徛起就乱乱去，任嘅幾多一下痛一下出啲，同佢就做落去，阿片鬼多頓錯啊，嫌嫌就來啲事哩。哇，用 violin
研究唱山歌真嘅无穷样咧。当然啦，你尽量做到当然嘅实况，主要就要帮大家来了解。苏万强最擅长嘅，就係將傳統山歌、老一片土地，還有時代嘅背景做一個結合。就像當時鴉片園上海安東人就寫了一首歌曲《牽花大家》。伊23年啊，只要對大家好嘅啊，佢乜嘅都牽，連演唱歌詞嘅內容啊，都會牽詩文呢。有嗰種唔但唱牽大家陌生鴉片園咯。當然啦，像頭擺港田嘅天龍暗道啊，佢就寫一首牽天主三太天龍嘅土灘港田曲。你係牽天主誒？還有話牽人安樣嘅做爺愛呀，就唱牽人爺娘愛公平；牽人做子女嘅啊，就愛唱啊牽孝歌報娘恩；還有話牽人書祝和睦嘅呀，就愛唱兄弟滾肉親，做人兄弟愛重義。還真多誒！就牽少年嘅還那多呢？乜嘅後生愛神馬，後生愛認真，牽花少年歌，牽人冇識鴉片園。你看乜嘅就牽，佢牽咧有詞嘛，真認同詞，詞佬做嚟本創一團傑實亮咯。古所做藝嘅 TV 啊，蘇萬強先生做當時啊，應該最有資格本要按照牽詩歌王嘅。佢其他歌王還有趙創能人咯。在位冇聽過一方水血一方人嘅講法嘅，當然有啊。因為啊，每一個創作者成長嘅背景冇同樣啊，佢所創出來嘅山歌吸收嘅養分咪冇相同。像係比嘅蘇萬強喺後生嘅，到東海岸來嘅歌王，佢唱嘅山歌就冇同樣哦。休息一下，轉來就聽東海岸嘅歌王唱嘅好聽嘅山歌。好，同樣做一個表演藝術工作者，我當好奇。頭擺也到出巴西嘅2年，為到生活，萬奈流浪表演係一種樣嘅心情。唔過我想，佢哋一天發現咧，佢哋費心買力留下來嘅人客，唔係因為佢哋買嘅東西，但係係因為佢也都會好歌聲。希望佢也10年過體咧，大家還聽聽佢哋唱歌嘅歌誒。唔過啊，早就唔記得佢哋做嘅係樣嘅勝利。